娘，娘，穿俺的。天给。周瑞家的，不是俺说你，人家闺女没了，你不说帮着做点啥，先跑来把自己儿子摘干净，这说得过去吗？俺知道，俺对不住枣儿他娘，俺这心也跟刀戳的一样。三姑姥，你放心吧，枣儿，俺会好好的发送。大宝他奶奶说了，把他的寿材给枣儿用，还要照最讲究的规矩去做。俺会给枣儿守灵7天，7天以后俺给他举殡，到时候俺让俺家的小儿给他摔盆儿、扛幡儿。呀，这7天以后可正是小年儿啊！哎，你说说，这年叫咱还咋过？闭嘴你！就没有你不跟着掺和的。这人都没了，再讲究这些还有啥用？那叫俺咋做？咱得多替活着的想想。哎，这话在理。天给有病，往后得有人照顾。他娘也跟不了他一辈子。他娘可是一直想把天给托付给枣儿的，枣儿这一没，天给可咋办？哎，俺倒是有个主意。你有啥主意？叫二宝替枣儿。啥？二宝替枣儿？哎呀，天给不一直稀罕二宝吗？就二宝嫁过去，这天给不就有人管了？这咋成啊？哎，咋不成？啊，你嫌人天给彪？俺不干，俺不干！闭嘴！你看这个人。娘，俺姐走，娘咋不跟俺说一声，让俺也去送送俺姐？你姐不让告诉你，怕你难受。那俺姐说没说啥时候再回来？好了，哥，你就别再问了，叫娘歇会儿，娘都一夜没合眼了。娘，那赶紧上炕躺着吧。娘的棉袄咋又厚了？娘又续了点棉花。行了，俺去做饭了。娘骗人，家里哪来的棉花？就是要有娘还拆自个儿的做啥？啊，娘拆自个儿的？娘这是续的啥？咋这么软？新棉花都软。行了，娘做饭去了。哎，不对，家里根本就没有棉花。哎呀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娘，这哪是棉花呀？哎呀，娘好容易续上。娘续的是芦花。芦花？芦花咋了？芦花也暖和着呢。暖和啥？俺又不是没在戏上看过，只有后娘才给孩子的棉衣里续芦花。穿在娘身上，总比穿在你们身上强吧？娘，娘，穿俺的。天给！俺把俺的棉花插给娘，要么俺就不穿了。俺也不穿。穿上娘。娘穿，娘穿，娘暖和。娘，娘暖和。娘，有你们帮娘撑着，娘啥都顶得过去。
这三耙子咋会想出这种歪主意呢？娘，你得赶紧的拿个章程，别叫村里的人不依财。有啥事，俺一个人扛着就是了。这话娘不爱听啊！哎，啥叫你一人扛着？啊，钟瑞不是你男人呐，这家到底谁得扛着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都别吵吵了，还是商量一下该咋办吧。呀，二宝呢？俺姐打水去了。哎，二宝，你咋挑起水来了？来，俺来帮你挑。不用，俺自己来。以前不都是俺帮你挑的吗？以后你就不用替俺挑了。还是俺帮你挑吧。来，给俺。俺再帮你打。二宝，你生俺气了？二宝，哎，二宝，你学湿了，冻脚，来，你穿俺的吧。二宝，你不穿，俺也不穿。娘，这院子都收拾几遍了，你还收拾？俺知道娘心里头不好受，娘一不好受就一个劲儿的干活。娘是不是在想俺哥？想俺姐没了，往后俺哥该咋办？娘，不是还有俺跟小香呢吗？娘放心，俺跟小香啊，一准儿不会丢下俺哥不管的。嘿。俺也会照顾俺哥一辈子。天后，你们姊妹之间能够互相想着，娘打心眼里高兴。姊妹之间就得这样。那娘还叹啥气？娘是不信俺？再咋说，你也是个小子。小香又太小，那俺还不娶媳妇儿了？俺叫俺媳妇儿照顾俺哥。娘要不放心，这会儿就替俺娶一个，娶个大点的，俺也不嫌弃，只要能照顾俺哥就成。你媳妇儿哪能照顾你哥呀？她得先顾你。那就叫俺哥娶一个。天伟。光着脚啊，鞋呢？俺把鞋给二宝了。哎呀，快进屋找双鞋去，太凉着了。娘，二宝这是咋了？他咋不理俺了？哎呀，你快去吧，快去吧。你干啥呀？这是？俺这是给二宝的。二宝的鞋湿了，俺让他烤烤，要不穿着冻脚。哎，你不能去，哥，不能去。天给娘。天给娘，看看这鞋是不是天给的？哎，你咋给拿回来了？这是俺留给二宝穿的。哎呦，天给，哥，回屋吧，别叫娘着急了。天给娘，这天给这么稀罕二宝，俺看呐，不如叫天给娶了二宝。你说的这是啥话呀？你是不是怕二宝他娘不应？搁谁也不能应。天给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过去他是不能应，可眼下他应也得应，不应也得应。就算是二宝替大宝顶债了。你咋能这么说呀？俺还能因为枣的事儿
就去逼人家非把二宝许给天给，俺这不是趁火打劫了吗？可天给往后可咋办啊？天给有俺这个娘呢，你还能跟他一辈子啊？等哪天你两眼一闭走了，谁来管他？你就不为天给想想？行了，别说了，反正这个事儿俺不能应。你再好好掂量掂量，是脸面要紧，还是天？